后来，过来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一定要加啉一寡茶水。高雄有一个80多岁阿嬷，长期倒门床，因为发烧送急诊，这个检查不得了，伊的膀胱来结一粒像棒球遐尼大粒的结石，而且已经并发着败血症，赶紧开刀甲摕出来。医生讲，这个膀胱若来结石，放尿会袂顺。 尤其是长期体伫门床顶的老大人，都要看伊的尿珠啊、甲导尿管是毋是有来带血。嘛要提醒乡亲，一天上盖无都要啉2000到2500cc 的白滚水，特别是伫咧寒天，一定要会记哩补充茶水。 这个大坑的石头有9公分大，这是高雄一个80多岁阿嬷，伊膀胱内结石。妇人她是因为卧床。 长期卧床、长期装导尿管的话，一般家人的照顾是只要尿一流出来就不管了。但是事实上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自己的小便的排出的这个情形。医师讲，膀胱结石有真侪原因，大多数患者拢是因为水啉伤少、尿较苦，包括放尿袂顺。 看尿量多少，看它是有没有浑浊。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，就要赶快就医。冬天的话，水还是要喝得够，因为冬天水喝得少的话，第一个会产生结石，第二个也会产生这个中风或者是心脏病，因为它那个血液里面的这个容量太少了。要预防结石，医师提醒一般民众，逐天爱啉2000到2500cc 的水，特别是伫咧冬天，爱给你补充水分。若是发现你的尿是水落，甲伊尿袂顺，就要紧去病院，互医生看。